后来最近有袂少的民众拢收到一张电子邮件，是为疾管署寄来的，内容是写讲你有接触过确诊者，爱赶紧去采检，也若无可能会互抓起来关。这个信件阁附一个档案，若是点开这个档案，恐惊骇客就会入侵，偷取咱个人的资料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就是这封电子邮件，互真侪人感觉疑虑，内容写着新冠病毒确诊者将你列为伊的身体接触者之一。虽然附档案爱你详细读，背景顶面有标题写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，看起来是来自疾管署的批件，也佮有夹一个档名是 CDC PDF 附件，要提醒你小心诈骗。 档案格式其实要看后面的那个附档名，那前面可能会用其他方式去包装，像这次的案子，它是写什么 PDF 点 ISO， 大家以为是 PDF 文件档，它其实是 ISO 档啊，这是通常最常见的做法。那有时候它会包装成比较让你有可能会吸引你的，例如是什么，罗志祥私密影片点 I 啊，你就真的按了吗？连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出面澄清。 呼吁民众唔通拍开，嘛唔通转传。那通常来讲，中毒的话，一个问题是它可能让你电脑当做僵尸电脑，当做跳板去攻击别人电脑，那这个也会影响到你的效能。那再又是前几年比较红的，包括最近其实还有大型企业中招，就是勒索病毒。原理就是会把你电脑面所有档案加密，然后你要付钱才能帮你解密。要安怎分辨真假？先注意，若是简体字，就要有警觉。 内文内面只有一行字，煞附带档案，就更加奇怪。佮再详细查看，寄这电子邮件是毋是官方网页？最后，就算一切看起来正常，伫验证来源进前，上好也是唔通点开相关链接，或者是下载任何的档案，以防骇客侵入，互治安显露伫风险中。